聽眾朋友你好，我係羅賓，好多謝你收睇古今漫遊。2025年人類係咪會走向難以想象嘅生存危機呢？全球金融體系係唔係瀕臨崩潰呢？第三次世界大戰係唔係迫在眼前呢？喺今日呢個歷史嘅關鍵時刻，我哋真正嘅挑戰究竟係乜嘢呢？林達克萊默經歷咗一段令人驚奇嘅瀕死體驗，同時帶翻嚟佢對2025年同埋未來嘅預言，以及有關改變嘅深刻啟示。2001年嘅5月，喺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嘅一座住宅入邊，林達克萊默突然間暈低，佢清楚咁樣感到自己嘅意識離開咗身體，好平靜咁樣漂浮喺天花板上邊，睇住醫護人員衝入嚟搶救佢，仲有警察喺一邊記錄現場情況。好快佢就俾醫護人員將佢嘅身體抬走咗啦，房間一下子就變空啦。但係林達嘅意識依然停留喺嗰度，懸浮喺天花板上面。無奈幾段藍色嘅光環飄咗入嚟，佢俾光球帶住穿過咗一片迷霧，嚟到咗一個夢幻一樣咁嘅地方。佢下面係五彩繽紛嘅花海，喺遠處仲點綴住一座座城市鄉村，仲有蜿蜒嘅河流同埋灰鵝嘅山脈。林達感嘆咁樣話：呢啲山峰簡直比珠穆朗瑪峰仲高出1萬倍。呢個時候嘅林達唔再係人類嘅模樣，佢變成咗一個能量體，擁有360度嘅視野，而且只要有一個念頭，佢就能夠隨意改變自己嘅形態。佢睇住一隻鴨，睇咗幾秒就變成咗一隻鴨啦，仲真係咁樣感受到自己有殼、有羽毛、有喙，之後又輕鬆咁樣變翻咗人形。就咁樣，佢不斷咁樣嘗試住唔同嘅生命形態，仲預見到一啲同樣能夠隨意變形嘅能量體。喺呢啲經歷入邊，林達深刻咁樣體會到，原來思想真係可以創造現實噶。時間一日一日咁樣過去，大約18個月之後，林達嚟到咗一座宏偉壯麗嘅聖殿。喺嗰度，佢遇到咗3位高大嘅能量體，佢哋通過心靈感應同佢交流。林達隱約咁樣明白咗，呢啲監督者似乎係為咗確保佢能夠按照計劃完成某種使命而存在噶。接住，林達睇見咗一個巨大嘅盒，裏面裝滿咗好多能量球，而每一個球入邊都記錄住佢人生嘅點點滴滴。佢順手打開一個，睇到自己仲係着住紙尿褲嘅時候，喺祖母嘅院入邊玩。突然佢伸手捉住一隻貓嘅尾巴，喵！嗰隻貓發出淒慘嘅叫聲，跟住林達竟然變成咗嗰隻貓，仲感受到嗰條尾被拉住嗰種鑽心嘅痛苦。佢立即明白咗自己細個時候嘅頑皮俾呢隻貓帶嚟咗好大嘅折磨，心入邊不由得充滿愧疚。林達喺呢個神奇嘅地方回顧咗大約8000個回憶，每一個回憶都令到佢感觸頗深。有令人開懷大笑嘅瞬間，有令人傷心落淚嘅畫面，有甜蜜嘅回憶，亦有深深嘅懊悔。佢逐漸領悟到，原來我哋所做嘅一切，無論係開心定係痛苦，都同情感密不可分嘅。而情感嘅本質其實係一種能量。佢仲明白咗一個深刻嘅道理：當我哋喺某件事情上面投入嘅情感同埋思維越多，它就越容易成真。呢個正係吸引力法則嘅核心運作原理啦。就喺呢個時候，一個女人出現咗。林達唔認識佢。呢個女人自我介紹話，佢係林達嘅高祖母卡林羅，出生喺1830年。卡林羅開始娓娓道嚟佢自己嘅故事，講述咗佢嗰段屬於19世紀嘅生活。佢仲預言咗好多未來會發生嘅大事件。令人震驚嘅係，呢啲預言後嚟全部都成為事實。比如奪去咗25萬人生命嘅印尼海嘯、911事件、新冠疫情，甚至連疫苗嘅出現都俾佢準確咁樣預見到啦。
佢仲講到輪迴人生嘅課題同埋所謂嘅人生契約，強調每個人嚟到呢個世界都有獨特嘅使命。佢同林達講要學會寬恕，因為呢一切都係為咗幫助我哋成長。最後卡林羅仲預測咗林達嘅職業軌跡，佢話林達會喺警察部門工作10年，之後轉行成為一名急救培訓師。呢啲預言果然一個接一個咁樣實現咗啦。不知不覺就過咗16個月啦。呢一日，卡林羅同林達講係時候返去地球啦。林達環顧四周，睇住呢個遠如天堂嘅世界，心入邊充滿咗不捨同埋留戀。佢輕聲咁樣問：但係我唔知道點樣返去啊？卡林羅微笑住提醒佢：用你嘅意念，心想事成。林達合埋眼，靜靜咁樣感受住對家人嘅思念同埋牽掛。突然之間，佢似乎聽到咗醫院 ICU 病房入邊醫療設備發出嘅滴滴聲。當睜開眼嘅時候，刺眼嘅光撲面而來，冰冷嘅導管纏繞喺佢嘅身上面，而嗰片天堂一樣嘅寧靜已經遠去啦，取而代之嘅係現實嘅痛楚同埋無奈。林達花咗好長嘅時間，先至漸漸咁樣適應咗回歸後嘅世界。經歷過呢一次瀕死體驗之後，林達突然發覺自己有咗啲超能力。佢開始能夠預知電台即將播放嘅音樂，喺電話鈴聲仲未響嘅時候，佢已經拎起咗電話啦，甚至會提前從睡夢入邊醒來，準確咁樣迎接門外嘅敲門聲。更令佢驚訝嘅係，佢能夠見到天使，仲可以同植物、衣物、汽車、水晶呢啲嘢對話，感受到自己同萬物之間前所未有嘅深刻聯繫。不單止係咁，林達仲發現自己擁有咗驚人嘅自我醫治嘅能力。佢20歲嘅時候，曾因車禍導致頸部骨折，2017年又被診斷出有腦瘤，2019年又患上咗喉癌。嗰個時候，喉嚨入邊長出咗一個1英寸大嘅腫塊，但係當醫生再次檢查佢嘅時候，腫塊就神秘咁樣消失咗啦。醫生好震驚咁樣問佢：腫塊去咗邊啊？而林達堅信，只要自己保持喺高頻能量嘅震動狀態下，任何疾病同埋創傷都無法喺佢身上面存活㗎。講到未來，林達分享咗佢高祖母嘅預言：全球金融體系好快就會崩潰。佢被告知要持有實物、黃金同埋白銀，而唔係將錢投入股市或者比特幣。佢話一旦互聯網崩潰，所有嘅數字資產都會化為烏有。相比之下，實物資產，比如黃金同埋白銀，先至係真正握喺自己手入邊嘅財富。林達仲指出，當前嘅銀行系統實際上係由少數人掌控嘅。如果你深入觀察，你就會發現佢哋背後仲有更高層次嘅所謂精英喺度操控整個世界嘅運作。不過林達相信，隨住人類意識嘅逐漸覺醒，呢啲隱藏嘅權力機構會被一一咁樣揭露噶，而全球嘅經濟模式亦會發生翻天覆地嘅變化。未來嘅貨幣體系會回歸到一種更簡單透明嘅模式，就好似50年前咁樣，遠離腐敗，俾大家能夠重新掌控自己嘅經濟命運。林達分享咗佢對2025年嘅預見，提出咗一個令人深思嘅觀點：地球同埋海洋溫度嘅上升，原來係人類自身情緒嘅投射。佢話係我哋日益增長嘅憤怒同埋敵意喺度傷害住自己、彼此同埋地球。佢警告話，如果仇恨繼續蔓延落去，2025年嘅人類可能會面臨難以想象嘅暴力衝突同埋生存挑戰。如果我哋唔改變自己，可能會出現神嘅干預。呢種干預並唔會好似大家想象咁樣係天使吹響號角，而可能係以更痛苦嘅方式嚟實現和平。佢話和平嘅代價往往係苦難，真正嘅和平唔係來自於外部，而係源自於內心嘅平靜同埋安寧。
唔好俾外界嘅事物輕易影響你嘅情緒。好多人因為不滿同埋被忽視而憤怒咁樣叫喊，但真正嘅改變需要我哋學會無私，將愛同埋關懷傳遞俾其他人。當我哋付出善意，因果循環最終會回報到我哋嘅身上面嚟㗎。一切將會取決於我哋自己。佢話人類嘅未來唔係固定嘅，而係取決於我哋嘅選擇。佢提出咗兩個可能性，一種選擇係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核衝突將會摧毀北半球，幸存嘅人被逼逃往南部國家。另一種選擇就係全球各國嘅普通民眾團結一致，勇敢企出嚟，迫使政客為佢哋嘅行為負責，而唔係任由佢哋為所欲為。佢提到未來18到24個月將會係人類歷史嘅關鍵轉折點，人類嘅選擇將決定未來嘅走向。林達透露，最初嘅轉折可能會發生喺2025年嘅10月，但係因為人類展現咗希望，呢個時間被延長到咗2027年底。佢話時間係可以改變㗎，呢個完全取決於我哋嘅選擇。我哋既可以讓未來更好，亦可能令危機提前或者推遲。佢相信呢種覺醒將最終帶來和平，通過培養慈悲、善良同埋喜悅嘅情感，可以提升我哋嘅振動頻率，幫助我哋突破當下嘅困境。只有當我哋選擇和平同埋寬容，未來先至可能充滿希望。或者我哋能夠改變命運嘅走向，避免人類走向災難。林達嘅高祖母卡林羅話俾佢知，好多靈媒同埋瀕死體驗者都預言過人類將進入一個獨特而非凡嘅時代，而呢一切已經悄然開始咗啦。林達強調，人類目前面臨嘅最大挑戰就係自我。喺天堂嘅經歷令佢深刻咁樣體會到，一切都係相連嘅，本質上都係一體嘅。如果地球上嘅人類能夠達到呢一種境界，世界將會變得無比美好。但係呢個需要我哋學會放下自我，去包容同埋接納彼此。一旦自我開始消融，我哋嘅意識、直覺同埋靈性就將會引領我哋嘅生活。政府嘅權力亦會隨之減弱。取而代之嘅係大家選出真正推動改變嘅代表。佢認為目前嘅選舉制度令人感到受限。佢預見未來嘅世界將唔會再以國家嘅概念為主，而係以領地嚟劃分，好似澳大利亞領地、中國領地、美國領地等等。嗰個時候，每個人都會擁有一張全球通用護照，可以自由咁樣穿梭喺世界各地。要實現咁樣嘅未來，第一步係各國政府學會放下自我。林達坦言，呢個係非常困難㗎，因為好多領導人往往係唔願意放棄權力，而真正嘅障礙正係膨脹嘅自我意識。就算目前嘅局勢充滿挑戰，林達對未來嘅覺醒同埋轉變仍然充滿咗期望。佢感嘆咁樣話，呢個係一個偉大嘅時代。我好感激能夠生活喺呢一度，雖然依家嘅世界並唔完美，但係一諗到未來嘅改變，以及我能夠為呢一個過程帶嚟嘅正向能量，我就對未來充滿咗希望啦。林達鼓勵大家保持耐心，揾到內心嘅平靜，咁樣先至能夠以更從容嘅心態迎接未來嘅變化。好啦，今日就講到呢一度，感謝你收睇古今漫遊。如果你喜歡嘅話，請點讚、訂閱、分享。我係羅賓，我哋下次節目再見。